不太适合。其实不是说不太适合，就是，他是在某个场合才可以唱嘛。比如说，也是一样，你要出去工作或是要做什么，老人家会给你叮咛，可是他是用念的。念唱式的方式去唱，然后在一个节奏里面，表示唱。他不用，就是不用吸气，可是我唱要吸，我就觉得老人家很厉害。他嘴巴没有张开，可是在远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他唱的。然后就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可以把这个古调融合一种现代的元素。既然你们那么喜欢嘻哈流行，那我就把这个古调不要融入流行。老板下次专业一点。那个手机，不要跟我讲这是闹钟哦！这个时候你起来干嘛？哦，继续听你。对，他是叫我睡觉。该睡该睡。然后最初这首歌本来只有摇滚版，后来觉得太急躁了，让自己缓慢下来，再慢慢急躁。很多想法想要在这个里面唱出来。这首歌主要大意是讲说，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唱国语，不会唱母语的歌，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的阿公阿嬷讲话，变成阿公阿嬷要很吃力的去学去讲。你不对，就是我的意思，啊家，对不对？人家就想要骂公吹的所以啦，然后子孙也听得不是很爽快的。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歌曲，不一定要像这么难的，你可以学基本，慢慢的嘛。跟你教阿公阿嬷讲国语的时候，或者是你的爸爸妈妈讲国语，你也可以顺便请你的爸爸妈妈回教你一个母语。那我刚刚讲的那个母语怎么讲？也许啦，会是一个很好玩的开始，这个语言也不会断。对啊，也许再过15年以后，可能就没有原住民，所以这首歌叫。I miss rap， 有一个古调叫哦耶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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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这边，希望大家一起唱哦耶呀。好 ，I miss rap。
对啊。